點解做得太多功課嘅人咧會輸得最慘咧？正確嘅做法就係專業交易員嘅資訊斷捨離啊！咁點算？唔通唔做功課咩？錯啦，就係要學識精明地咁樣做功課喎。第一個做法咧就係建立你嘅核心指標清單，最多5個啦。唔睇新聞，你要有一個固定嘅 checklist，每次咧只係 check 呢幾樣嘢啦。第一個就係盈利嘅能力，至少要連續3年有一個盈利增長。第二個就係財務健康啦，負債權益比細唔細過0.5咧？第三個就係護城河啦，佢有冇競爭對手做唔到嘅嘢咧？只要符合你呢個 checklist， 就算外面有咩噪音講啲咩，你都唔使理啦，因為呢啲先係信號啊嘛。第二個做法就係設定一個信息攝取時間啦，每日咧最多30分鐘。專業嘅 trader 唔會成日望住啲新聞㗎，你要規定自己開市之前15分鐘，睇下有冇重大嘅公告咯，例如業績啊、收購啊、收市後嘅15分鐘，復盤今日嘅走勢，更新交易嘅日記。其餘時間做啲咩咧？就係熄咗個財經 app 啦，唔好手多再去睇啲 forum 啦。記住，投資賺錢唔係靠你反應快，係要靠你分析得準確啊！俾啲時間個腦去消化啦。今集講咗2個正確嘅做法，仲有一個超級重要嘅做法，下集話俾大家聽。想知道我推薦資訊嘅來源，留言推薦，我就會私信俾你㗎啦。記得 follow 我哋，開埋右上角嘅鐘仔。下集我繼續同大家分享啦。記得 follow 我哋，開埋右上角嘅鐘仔。我哋出下集嘅時候就唔會錯過啦。